今日当做伙甲大家来敬拜上帝。咱来这圣诗咱今日要唱193首、甲519首、搁401首，咱就对193首来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把咱万主好人在做，稳定绵绵之时，甲咱万主指引，深深来。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定会奥妙的道。上帝的话，我命的话，错难变到永恒。有主耶稣真理的话，我命是。首，为这块土地，阮诚心祈祷。这条歌是咱台湾谢宏文牧师所创作，要表达对这个土地、咱的城市甲所有的百姓，深深的关怀。毋望上帝伊的真光，甲伊的道理会当，互咱大家拢来明白，互咱正百姓拢有喜乐甲毋望。咱做伙来唱这条歌。
愿主上帝伊的旨意会当得成，会当偏接伫咱即个专题。最后是回应的诗歌，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互阮一礼拜后会当搁伫遮组织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看求你会当保守阮线内礼拜的所有的停事，阮奉主耶稣名祈祷来祈祷奉主耶稣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下埕的人真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请三甲来金丝俄罗上帝信息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大家起立来敬全首。
请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你所赏赐的主日，阮搁一摆主日，做伙敬拜阿罗你。感谢你赏赐阮性命、快乐，甲逐工所需要的一切。感谢你照着你的话语，供应阮心灵真正的需要。主耶稣，你讲，我是对天降落来的活的饼。人若食即个饼，就永远会活。主啊，阮常常为着生活、工课、家庭，甲各项的代志走动，却袂记伫真正会当满足阮心灵的是你家己。求你，互阮时常亲近你，领受你所赏赐生命的灵粮。主啊，阮嘛伫你的面前谦卑认罪。阮有时我靠家己，拄着困难、着烦恼、惊吓。有时虽然听着你的话，却无照你的旨意来行。对身边的人嘛，常常欠缺疼心甲忍耐。求你赦免阮的软弱，互阮的心重新归向你，互你的话真正成做阮生活的力量。主啊，阮嘛为着你的教会来祈祷，求你看顾牧师、长职，甲每一位服侍的兄弟姊妹，赏赐智慧、快乐，甲谦卑的心。嘛求你纪念阮中间身体欠安、心灵软弱，也是为家庭、工课、甲前途挂虑的人，求你亲自安慰、扶持。收束因教业的稳定。主啊，即马是暑假的期间，真侪家庭出外旅行，囡仔嘛参加各项的活动。求你保守阮甲阮厝内的人出入的平安，无论赛车、坐车，也是出外旅行，拢有你的保守看顾，欢喜出门平安倒转来。主啊，今日阮要听你的话。有信心拍开阮的心，互阮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阮毋但是有听道理，佫会将你的话实行伫逐工的生活，用基督的听去听人、服侍人。今日礼拜，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以及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59篇，也就是《申命记》第6章。我来客兄弟来译。以色列人着注意听，互你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以色列人着注意听，这声，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你的上帝。我今日命令你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内行。搁着捌伫手内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请大家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51节到58节。我就是对天降落来迄个活命的饼。人若食即个饼，会永远活着。我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是为着要互世间人有活命现的。对安尼，犹太人互相争论讲，即个人哪会当用伊的肉互咱食？
耶稣就对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无食恁主的肉，无啉伊的血，恁内面就无活命。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永远的活命。伫末日，我会互伊国我的肉真正会食伫，我的血真正会啉伫。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踮伫我内面，我嘛踮伫伊内面。因我的爸找我，我嘛因为爸来我，亲像安尼，食我的人嘛会因为我来我。这就是对天降落来的饼，毋是亲像你的祖先所食的饼。因食了嘛会死去，食即个饼的人会永远活着。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的人。即时要请圣歌队来学罗上帝，所要因的诗歌是为你，我感谢上帝。这是要请罗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生命中的能量。
弟兄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用圣经，大家真熟的约翰福音6章51节到58节，来甲列位来探讨约翰福音中五尾饼两尾鱼的新约意义。这个新约大部分拢真清楚。总是我想今日要透过这个信息，咱做伙来探讨教会伫现代社会的功能甲价值是啥物。伫讲道开始前，咱搁一届同心来祈祷。听堂受恩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活命的饼甲杯，互阮会当借着耶稣基督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盼望，甲头前的军队的脚脚。求主搁一届圣神，甲阮三个弟弟，互阮每一摆食你的饼、啉你的杯时，阮会当珍惜，甲主搁一届小拄来搁较深深来认捌主。阮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我想咱大家拢知影吼，伫咱福音书内底有4本，其中头前的3本，马太、马可、路加，伊的即个所写的内容，是用耶稣的一生做主要的即个结构。总是约翰福音真特别，伊无照着耶稣伊成长的过程做主体。伊用7个主要的新约来正做记号，显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前一阵有一个新闻嘛，定定讲迄论文有人互相抄写，就有人讲笑亏啦，讲这个马太、马可甲路加因拢互相抄写彼此的内容啦。敢若约翰伊讲我无爱甲恁共款啦，袂当抄人的内容，我家己写我家己的。所以约翰福音甲别人无共啦，其实这是一个笑亏啦。总是其实今仔日要互咱了解，每一卷的即个内容的记载，拢有作者伊所要表达的伊的意义甲目的。约翰福音虽然嘛记载共款有即个五尾饼两尾鱼的新约，总是伊所要互咱明白的意义是啥物。今仔日咱会当为咱今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6章头前来看，如果咱头前有圣经，咱嘛会当掀起来看。第6章就开始讲到，真侪百姓来跟对耶稣，因为因看到耶稣行真奇妙医病的神迹。总是了后，耶稣带门徒上山，迄时犹太人的八过节已经要到。那照这期的传统，犹太人必须爱伫八过节的时阵，因规家伙做伙围垒食八过节宴席。总是迄当时，耶稣看到侪百姓跟因做伙上山，山顶嘛无啥物即个山伞好料会当互因食饱。现场男女差不多有1万几个人。耶稣看问门徒讲，有啥物通会当食的？门徒就问到一个查甫囡仔，伊讲伊有5尾饼2尾鱼，耶稣就为这5块饼2尾鱼来分互现场所有的人。无想到奇妙的代志发生，所有人毋但食饱，阁有剩12篮，遮尔较稳定的。百姓因为食饱，就真欢喜，就要迎接耶稣，要求耶稣成做因的国王。其实是早期的犹太社群，对因来讲，啥物人会当互因食饱，啥物人都有资格做因的领袖、领导者。所以迄当时，遐百姓嘛共款，因为耶稣会当互因食饱，袂止邀饿，所以要爱耶稣做因的王。总是耶稣行5尾饼2尾鱼的新约。并毋是为着要做因的国王，所以耶稣伊就带门徒离开这人群。百姓一直咧敲找耶稣，想要跟对伊。最后伫加别龙城来找着耶稣，无拍算耶稣无感觉欢喜，反倒真直接就甲这百姓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找我是因为有饼通食饱，并毋是因为恁看到神迹。可见
耶稣一早就已经看出这些百姓敲锤因的目的是要满足因家己的需要。抓做这些军队耶稣，就会当互人食饱。总是五尾饼、两尾鱼，信仰主要的目的是要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囝，正做伊的记号。互百姓通了解，上帝要借着耶稣想使人是永远活的价值。并毋是食了个会枵，啉了个会喙焦，有限的物资。各位兄弟姊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台湾有一段期间有物资真欠缺。迄当时，台湾甲美国有一段中美合作的美元时期。迄当时因为物资欠缺，所以美国就透过援助计划来帮助台湾。提供咱台湾济的物资，亲像米粉、牛奶粉，还是这个衫裤来供应，借着教会成做分发物资的一个所在。所以迄当时拿来做礼拜，有的人就会当摕一包米粉回去，有人就笑讲恁这基督教就是米粉教啦，无就讲什么食教啦，来遮就有通啊食。那迄当时物资确实真欠缺。所以有人摕着这个中美合作的米粉袋啊，就做啥物？做啥物内裤啦吼？毋知咱在场敢有人看过这种内裤？有诶会当举手无？有诶吼，我会在伫迄个花季礼拜问吼，无半个人举手啦，因为无够资深啦。即个年代已经真久长的时间啦，毋过有听过即款的故事。所以，迄当时因为现代社会物资的欠缺，有即款的代志发生。总是经过60、70年的时间，咱搁一届来看台湾的教会。现代咱来伫教会信徒，无亲像早前的信徒物资遐欠缺。总是伫信仰的观念上，有人认为信耶稣就一定会得到好处。可能会互咱得到升官发财，会当互咱身体健康会破病，互咱的囝儿孙考试得状元，会当万事如意，拢袂有啥物恶当当的代志。亲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毋是甲咱讲，若信耶稣，就会得到啥物丰盛的人生嘛吼。较早就是讲信耶稣会当摕到水牛啦吼。会当得到好处。总是今仔日这段经文，耶稣甲咱真清楚提醒咱：耶稣来伫这个世间，伊道成肉体，是要调整咱的信仰价值观，互咱对追求物质的丰盛来改变，成做追求灵性活命的丰盛。咱有可能一世人拢为着这个看会到的物质咧拍拼。自咱人类早期开始发展开始，就是为着争这个地盘、争资源。什么所在有资源、有石油、有黄金、有泉石，迄个所在一定有战争。国家为着更较大的资源，就开始要扩张家己的领土。所以，直到早前人类的发展的历史，战争不断的发生。咱像现在的社会遐尔进步。国家大家和平，无想到最近，敢若佫开始美国亲像返去迄个早前的时代吼。美国的总统佫开始为着争石油、争这资源，开始要扩展家己的势力甲领土。伫咱现代社会的职场嘛是共款，真侪人一世人要考到好的学校，要进入好的公司，为着就是啥物？要赚较侪钱。争取较悬的权利甲地位，就是为着有更较悬的收入。所以，直到人甲人之间互相竞争、互相来计较、互相批评，直到同事甲同事之间，大家互相无信任，因为毋知影坐伫你边仔的即个人，什么时阵会甲你的主管讲你的歹话，来甲你陷害。可能伫社会是安尼，伫家庭甚至。可能咱的教会嘛变做愈来愈现实，大家互相比较、互相批评。
总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着争取家己的权利。耶稣来是要赏赐予人永远的活命，不是要满足人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主耶稣真清楚甲咱讲，第6章51节，主讲：我就是对天降落来活命的饼，人若食这个饼，会永远活着。我要予人的饼，就是我的肉，是为着予世间人有活命所献的。迄当时，真侪人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真无明白，真犹豫。特别是犹太人，因嘛无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款的话。什么是活命的饼？佮耶稣为什么要爱人食伊的肉、啉伊的血？敢讲耶稣已经这个起笑唔知咧想什么。基督教伫罗马时代是一个受国家宗教排斥的宗教。有人讲基督教是一个食人肉、啉人血的一个真恐怖的魔鬼教。总是今仔日在座咱每一位拢知影，这是耶稣一个上顶的讲法。主要目的是要互人了解，耶稣来这个世间是要替赎人的死甲过活，赐予人活命的新生命。照着安尼来邀请世间人爱真实来倚靠、信靠耶稣。后来伫耶稣受病迄暝，伫门徒甲门徒做伙食最后的暗顿，伊嘛安尼讲，就亲像咱逐摆教会来领受圣餐时阵，牧师毋是拢会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大概食爱安尼纪念主。这个杯是新约来代表主耶稣的血，咱逐摆啉这个杯嘛爱安尼来纪念主。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活的时阵，要赐予咱永远的活命，嘛纪念主耶稣对咱的牺牲。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圣餐的目的是要互人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儿，伊甘愿加做人的款式，来承担咱世间人的重罪，受顶是十字架顶，而且对于死搁活，伊是原本伫天顶的上帝，伊加做人对死搁活的过程，互咱明白，只有倚靠上帝，倚靠耶稣。咱人的性命将来才会当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抗赢肉体的死亡，得到永远活的活命。所以约翰福音6章54节，主耶稣安尼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恁就有永远的活命。伫末日，我会搁互恁搁活。当咱每一届领受圣餐，食耶稣的肉，就是吃个圣餐饼。啉耶稣的血，就是迄个葡萄汁的杯，就表明咱拢是已经信主的信徒，咱嘛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咱拢是上帝的子儿，阿们吗？所以对打了后，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要点伫咱的心中，咱无过是倚靠世间物质来得到满足，反正咱得爱。心灵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得到帮助，耶稣基督就是咱活命的饼。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讲：我就是予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这才是耶稣基督来伫咱世间真正的目的。各位兄弟姊妹，什么是活命的饼？活命的饼就是上帝话语，耶稣道成肉体的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话语成做活活的人，献予咱，予咱透过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咱会当明白上帝话语的道理。咱照着认捌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这款的真理，咱知信靠耶稣，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甲改变。我毋知影大家安怎看待咱所读的圣经？有当时咱信主久了后，咱渐渐无即个读圣经的习惯，
咱会可能会认为啊，这个圣经的道理，咱拢已经了解嘛，拢读过，咱无需要搁读。各位兄弟姊妹，伫遮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的生命的一个经历。虽然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总是过去伫即个信仰，我拢认为是理所当然。来教会逐礼拜做礼拜，渐渐变做是一种形式化，敢若后尾礼拜四，无感觉啥物款的感受，嘛无感觉到伫礼拜中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代志。伫我后来读神学院，决定世人军队住了后，我嘛有犹原有一寡无好的习惯、无好的念头。我心内感觉真艰苦，就亲像我过去捌分享，伫我少年的时阵，捌因为沉迷伫即个电脑的即个游戏，我经过过来年祈祷了后，一直咧敬拜，一直咧敲找上帝的帮助，了后上帝改变我的生命，互我会当脱离即款的即个引诱。总是我的生命犹原爱过真侪的即个修正甲改变。伫即段牧会时间，我嘛有真侪需要去修正的即个所在。后来伫即个有机会，上帝透过话语甲我提醒，我需要去较侪来读圣经，去较侪来祈祷，来领受上帝伫我生命的方式。我过去想讲，我嘛是有咧读圣经啊，逐礼拜准备道理、小组聚会。总是即款的读圣经，若亲像咧办公咧交差，即款的形式的模式。总是上帝爱我所读的圣经，是真正欢喜来敲找上帝话语的奥妙。所以后来我就甲上帝有一个立约，安尼决志，我要一年将圣经读了一遍。当我这2年开始操练即款的读圣经的方式了后，天拢爱开差不多半点钟来读圣经，渐渐我的生命感受到，哇！上帝透过这话语咧提醒我足侪代志，而且帮助我，互我生命过去有诶无好习惯，渐渐我会当有气力来赢过这试探甲试炼。过去我认为啊，我靠我家己真正是无法度，总是当我愈来愈读圣经，敲找上帝真理了后。渐渐，上帝帮助我，互我有圣经的话语，真做抵抗这个魔鬼撒旦引诱的这个气力，会当更较有气力来赢过这个试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所赐的活命，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就是要透过圣经上帝话语来改变咱的生命。各位兄弟，咱常常咧敲找新约。伫咱的生命中来发生，就亲像迄当时的犹太人嘛，一直咧考验耶稣，你是毋是会当行一个大新约互阮看？耶稣所教的所在嘛，确实带来真侪新约。总是今仔日经文要甲咱提醒，新约的意义，毋是为着新约的本身，毋是要互人食饱。耶稣并无伫即个世间开即个餐厅，对无？若要互人食饱，就开一个巴菲的餐厅，一直来互人来食饱就好啊。耶稣一定会当互人满足。总是耶稣明白咱人肉体欠缺，咱安怎食嘛食袂饱。有当时有机会去食即个巴菲，哇，食甲饱嘟嘟，总是暗时嘛是阁会巴肚枵，食了阁会枵，这是无法度解决的问题。耶稣嘛无伫即个世间开医生馆。耶稣伫迄当时医治真侪病人，互青眉看见，互摆骹会当行。总是耶稣知影人的肉体是有限，最后人嘛是爱转去即个归土的即个土粉的即个所在。所以，就算一时会看见，一时会医好，总是人最后嘛是爱归伫即个尘土死亡的中间。所以耶稣。来自这个世间，伊虽然伊伫有饲这百姓，总是伊真正的目的，并毋是要来满足人的需要。
信仰的意义是为着要互人明白救恩。上帝差派独生囝耶稣基督，成做这个救赎恩典的记号，目的就是要互人借着这信仰，认捌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份，来悔改、来信主。如果这个世间的人拢敢若为着追求信仰的好处，甲来跟对耶稣，却无亲像圣经中咱真正所讲的大笔犯罪、浪子回头这款产生险恶的悔改的心志，安尼咱就会亲像圣经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对遐个要试探伊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所讲的，这个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信仰，总是只有拥纳的信仰，无阁有其他的信仰要显现互因这个世代。意思就是讲，这个世代的信仰已经照着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对四个话来显明上帝上大的信仰。就亲像约拿迄当时3天关伫这个大鱼的腹肚内底，最后伊悔改了后，上帝佮甲伊对大鱼中吐出来。耶稣基督是代替咱的人的罪受钉伫十字架，总是第3日伊对四个话。这个世间的人所追求的信仰，只是满足家己的需要，所以就算真正有信仰来彰显，亲像5尾饼2尾鱼的技术，总是这的人看到因嘛看不清楚，听道理听到因嘛袂明白，因为因错误认知耶稣基督救恩的价值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唯一设立的是啥物？毋是病院，毋是餐厅，嘛毋是神学院的学校。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唯一设立的只有是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基督是教会的头。当咱的耶稣行了5尾饼2尾鱼生涯了后，伊就随时问伊的门徒：“恁讲我是啥物人？”彼得马上真快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耶稣这时就将建立教会的使命交托给彼得甲门徒。主耶稣讲：“我要伫这个石板顶起造我的教会，因父死亡的关系拢袂赢过伊。”各位兄弟姊妹，咱对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所做的工课，咱会当明白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到底是啥物？特别伫咱疫情了后，真侪人会问讲：即摆的网络遮尔较发达，安尼咱敢阁需要来伫教会参加实体的礼拜？咱公园教会即摆即个网络媒体的即个设备嘛，愈来愈进步。咱若伫即个线顶的网络来看，拢会当看到咱即马有即个线上的即个直播礼拜，佮有即个镜头嘛，拢有做一寡更新，拢真清楚，声音嘛拢真清楚，品质嘛真好。总是各位兄弟姊妹，如果咱只有伫线顶来参加礼拜，咱敢捌想过，咱的信仰有啥物款的差别？咱即马真侪人嘛想讲，哇！即马网络遮尔发达，我一礼拜参加公园教会，后礼拜参加新道会，佮后礼拜啉凉堂。我52个礼拜会当去52间教会，安尼那亲像咧食buffet吼，敢毋是真好？我想啊，着爱固定一间教会。咱可能嘛看到 Good TV， 即马网络的媒体嘛做甲真方便，咱会当伫遐有参考过来无共款的牧者所讲的道理，今仔日即个。罗牧师讲的已经听较深啊，我就来听别个牧师所讲的道理。我会当去转台，会当去敲找我所介意的牧者。咱可能拢是 Good TV 真忠实的会友啦，所以听起来有道理。不过咱来想，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咱信徒甲信徒之间，咱要成做这个肢体。如果咱无实体的礼拜或者是聚会，咱要安怎实践圣经所教是肢体甲肢体中间互相结连、互相服侍、彼此合适、相听的使命？
有当时我一直咧想讲，咱即马有真侪即个线顶的 RPG 的祈祷会，总是大家拢甲镜头关起来。我毋知影，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是毋是伫镜头后面伫遐翘骹练喙手，一边咧泡茶，一边咧参加祈祷。若无轮到我祈祷的时阵，我搁一边会当做其他的代志。咱敢若形式上有咧祈祷，总是实际上咱人甲人的距离真远。所以为虾米教会一个月一届的实体的祈祷会，这是真要紧。耶稣基督伊为虾米要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耶稣并毋是翁来伫天顶，甲咱咧传福音。伊是真实真做人、真做翁的的这个款式，为咱来陪命。主耶稣嘛，毋是亲像第二世纪迄当时的异端，那亲像耶稣是一个灵魂来伫世间受定十字架。耶稣是真实真做人长大了后，伊实际上伊的肉为咱受定十字架。伊所流出的血是真正伊身躯底伊痛疼的血。主耶稣亲自食做圣餐中的饼甲杯，要互教会的信徒透过领受圣餐，真实甲主耶稣的性命会当伫圣餐的中间三拄三结连。透过分杯甲饼，表明咱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是咱的头。因为兄弟，如果咱敢若伫线顶聚会，咱是要安怎来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着咱牺牲家己去做教会的生命意义？而且毋是要讲咱拢袂当参加线顶的聚会。如果咱真正是无法度出门，咱身体欠安，真欢迎咱透过线顶的机会来参与礼拜，总比咱拢无参加礼拜较好。两位兄弟姊妹。教会媒体的这个改造、甲更新，建立这个媒体的系统，直播的这个礼拜的这个模式，其实毋是为着咱在座的会友，是为着宣教的需要，要互更较侪咱会外或者厝内的人，或者是还未认捌上帝，搁咧敲找教会或者的人，会当透过网络。来看到咱公园教会，来认捌耶稣基督，甚至因为安尼愿意来伫咱教会实际参加聚会甲礼拜。所以教会爱真实建立人甲人、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若敢若有线顶的礼拜，第一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建立，总是咱无法度真正。参与着人甲人要安怎互相相听，要安怎彼此合适、和谐、和谐这款生命连结的关系。咱的信仰需要借着咱甲上帝、咱甲人的连结来成做交整的信仰。对面来看，那安尼，咱想讲，既然若要设立教会，安尼教会是毋是人愈侪愈好？咱一直咧想讲，经过疫情了后，咱的会友有诶就无过来教会，真可惜。安尼，咱是毋是爱办更较侪活动办更较侪而且的事工来吸引人、社区的人来到伫教会？教会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关怀的社区的关怀点？咱有这儿童的读册班、才艺班、音乐班，来到外口拼，外口做较好，咱做较搁较好。来吸引这儿童、这少年、这长辈来伫咱教会。我想这想法并无毋对，这是咱为着要吸引人来伫教会一个宣教的策略。确实，过去我伫较细间教会牧会的过程，透过社区的事工，透过这读册班、才艺班，会当真紧的吸引人来伫教会。总是今仔日经文主耶稣要提醒咱。如果这人来伫教会，伊并毋是因为真正认捌耶稣基督性命来得到悔改，或者是只是为着满足家己个人的需要，安尼，咱就永远就咧服侍这人。当咱将这外在的条件，譬如讲免费的这餐点、免费的这读册班，咱无够这吸引来了后。
这些人因就会去找更较好的所在来满足因家己的需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一直咧想讲，若是要举办这个读册班，咱是毋是会当举办更较有意义、圣经的陪读班？我看到咱教会有的兄弟姊妹真可处，因愿意陪伴这个新来的无道友，还是兄弟姊妹读圣经。过去有一个国阳弟兄，伊信主了后，就用国长老伫礼拜进前陪伊伫一楼读圣经。即马伊已经洗礼，伊家己嘛会晓看圣经。如果咱有更较侪人，兄弟姊妹愿意陪伴咱厝内的人，或者是咱遮拄仔来的无道友来读圣经，我相信对因的性命会当真正帮助因来认捌主耶稣基督，较毋是干那满足因的巴肚，还是因的个人的需要。教会的事工，咱常常咧讲，若毋是为着传福音的需要，咱就爱考虑即款的事工是毋是一定爱做。因为咱无可能一直咧钓鱼啊，互遮个人食，因为因永远食袂饱。反正有当时咱当工服侍久了后，咱最后咱的心嘛会懒，咱的体力嘛有限，甚至会渐渐产生一寡埋怨，产生一寡内部的纷争。当咱服侍侪年了后，咱无看到这个人真正来认捌主、来信主，咱的服侍是有限的。有当时咱的事工会愈做愈切心。相对外口来比较，咱永远袂比外口做搁较矫正，因为因有政府的资源，因有侪的福利制度，是教会无法度去来甲因比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6章35节，主耶稣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这段经文真清楚，显明主耶稣设立教会的意义，以及教会伫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伫遮要甲大家分享，借着今仔日经文，咱通思考。教会伫现代的社会存在的价值甲意义。教会毋是已经过时的一个机构，教会应该遵照这个圣经的教示，爱教导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教会的地基，因为主耶稣讲，教会爱起坐伫石盘顶，这个石盘就是上帝的话。咱的教会是毋是会当互世间人真做认捌耶稣基督真理的所在？为什么咱教会定期爱有这个基要的真理班？为什么咱的教会爱有这个读圣经班？因为咱爱互来伫教会人透过读圣经来认捌耶稣基督，生命才会当得到改变。咱的教会嘛爱真做世间人属灵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团契的生活。教会一定爱有小组甲团契的聚会。咱在座毋知阁有偌济人还未真实参与伫教会团契甲小组。鼓励大家，恁若还未找到团契甲小组，会当来问教会遮个长职，是毋是有适合我会当参加的小组甲团契？我相信一间健康的教会是爱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毋是孤单一个人，亲像孤单老人共款，还有团契的生活来帮助咱伫拜一甲拜五，爱面对世间的这挑战。咱若到礼拜时阵，有当时就已经身心灵真衰烂，咱无法度来面对这挑战。所以咱爱有团契的生活，伫周间爱有聚会，爱有这祈祷，爱有这灵修，透过团契，才会当来帮助咱。互咱的心灵袂因为安尼来得到失迷，咱爱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伫过去分享教会10年的目标，有一个其中一项，就是毋望咱以后所有的会友拢有团契的生活。这个部分爱慢慢来
补足，互咱大家每一个拢伫团契的中间。第三，咱的教会爱成做心灵医治的所在。教会设立伫即个世间，是要互人伫黑暗的生命中间会当拄着上帝。咱在座有诶可能有真悬的学历，有真悬的即个工课遮个职务，总是我要讲，就算是总统、政府官员等等遮个高官，因嘛有心灵需要医治的时阵，嘛有心灵需要上帝话语来弥补的时阵。所以教会毋是因为咱伫外口社会经历背景真悬，咱就无需要上帝话语。所以咱爱透过教会，真做人心灵得到医治的所在。咱大家伫教会来参与礼拜、敬拜俄勒、祈祷的时阵，咱的心灵就渐渐得到医治，会当重新得到开力。拄则圣歌队咧吟诗的时阵，我的心嘛，搁一届得到上帝圣心的充满，心内感觉真感动、真平安。因为虽然有真侪代志、真侪的事工、真侪需要面对的挑战，总是今仔日的诗歌甲咱讲，咱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咱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是咱的主宰。咱爱将咱的人生所面对的这挑战，拢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咱对死过活。教会爱真做建造门徒的一个训练的中心。咱伫教会礼拜一年的时间，咱有可能是真资深的信徒，对无？咱遮有足侪已经信主20-30年，甚至40-50年。总是咱爱问咱家己，咱是毋是搁咧食灵？咱有人虽然信主真久长的时间，总是咱只有逐礼拜来伫教会参加礼拜，礼拜煞就甲边仔人讲撒哟那拉，我要先走。逐礼拜拢安尼来来去去，10年、20年、30年，咱犹原是过即款的信仰生活。总是咱的信仰，圣经的教导是甲咱讲，咱爱真做门徒。所以耶稣基督伫伊上天之前，伊交代门徒一个上重要的使命，就是恁爱去普天下来传扬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而且建立教会。所以咱信主，无论是10年、20年，咱爱互家己一个目标。咱伫信仰的生活中间，咱爱继续追求，咱毋是永远只是来教会听道理尔，咱爱真做会当甲人分享见证。教示人道理的这款的信仰的导师，所以为什么教会这段时间咱的黄牧师今日出外讲道，伊伫要退休之前，伊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将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来教导咱教会的这个教师，互咱的教会毋是干那真做听道理的教会，是真做会当传福音、训练门徒的教会。所以，这款的课程邀请那有这个负担的兄弟姊妹，恁拢会当参加。今仔日是第2届的上课，咱有8届的课程，4届要加上完。所以鼓励大家会当继续来参与。咱真做这个信仰的导师，咱家己就会愈来愈成长，咱的信仰会愈来愈加添，咱会当对一个领受信仰的这个红婴仔。真做成熟，会当养起人食饱的这个信仰的爸母，甚至是导师。所以，兄弟姊妹，咱爱互家己一个信仰的这个增加的过程，最后咱爱真做受差遣的门徒。教会爱真做一个宣教的基地。咱门徒所做装备了后，咱爱受差派，咱爱愿意。对一个领受服侍、领受人来帮赞扶持，甚至逐礼拜咱受人招呼，咱最后会当真做甲人招呼，或者个小组长、真做团契的省长，咱过来嘛要开始搁一届进入新的年度中级的改选，咱是毋是有这个负担？咱愿意承担更较大、更较重要的这个职务？
这个职务的目的，毋是要互咱得到什么好处，是要互咱对一个领受祝福的人，过去咱受到这个历代中级长老服侍，当咱愿意徛起，真做成熟的温度，咱真做承担这个职分，来真做帮助人、勇士人的这款中级，或者是小组长。咱空空教会今年11月份特别满70周年。咱教会伫遮新竹地区设立70年的时间，毋望今仔日咱会当透过主的话语，设立教会这5款的这个方向，咱来思考咱公园教会是毋是有按照这个目标来迈进、来跑走。咱的教会毋是一个敢若会晓做事工的教会。咱的教会嘛，毋是只有吸引人来聚会的教会。咱的教会爱真做会当造就人真理，会当真做，互这个信徒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真做，互人会当伫遮得到心灵的医治，而且佮差派人去为主做见证，真做，互人得到福气的教会。各位兄弟姊妹。五尾饼、两尾鱼的新业，毋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是要引带人通明白耶稣基督，了解圣经的真理，互咱的性命通悔改归向主。当咱来伫教会，搁较侪仰望主、敲找主的真理，咱的心灵就无搁空虚，咱就袂因为拄着困境、试炼，咱就灰心丧志，甚至怨东怨西。咱袂因为咱的物资欠缺，咱对主感觉失望。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咱生命中的一切，咱爱有搁较刻薄听主的心。当咱搁较刻薄听主，咱一定会想要敲找主的话语。就亲像我即马读圣经，愈读愈有滋味，愈读愈甘甜。咱袂搁感觉出埃及记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咱嘛袂感觉这个民数记、这个利未记，敢若是一个宗教的条例，因为这拢是上帝要甲咱分享，伊听咱的这个话语。当咱搁较听主，咱一定会搁较想要来明白上帝伫咱生命的意义，互咱会当真实透过来伫教会，咱真实甲上帝相拄，咱无搁敲找迄食了个枵会拼甲物资。咱要真正透过耶稣基督，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因为耶稣就是咱永远生命的这个美牛。咱三甲来祈祷。听读是阮主，阮感谢你，主阮圣灵，阮有时来伫教会做年的时间，阮可能是第2代、第3代的信徒，总是阮的生命永远无改变。阮将礼拜诚做是一个形式化，甚至阮感觉伫教会无法度得到满足，阮就想要找空找芳，佮敲找其他的方式来敬拜主。总是主，你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提醒阮，当阮的生命要认捌主，毋是敲找佮较大的新业。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为阮对死过活，你要爱阮真实伫教会建立团契的生活。伫教会真正阮刻薄真理的造就，阮愿意伫教会成做主的门徒。阮过去领受人的服侍，但阮愿意主动来成做服侍人的人。阮愿意透过主的话语。搁一摆，互阮的生命经历改变，阮就那亲像经历5尾饼、2尾鱼的新业，伫阮的生命中，阮永远毋免搁憔悴，因为主，你已经将你上大的福分，早就已经借着你的活命，赐予阮每一个人。借着阮每一摆来伫教会领受圣餐，阮要搁一摆真实。建立甲上帝和谐的关系，
建立人甲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做伙共同起造合主心意的教会。我咱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请撒格来金回应历史信息519首，为这块土地完信心祈祷，请大家竭力来去转手。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的同工。请竭力尽奉献的心。主爱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真理，以及一切生命的源头。阮兄弟姊妹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创造，伫伊的内面有活命。阮奉献你所赏赐的金钱，愿你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
煞遮来报告，请罗牧师来报告。两位兄弟大家平安。那首先来欢迎今日的新朋友吼，有一个王俊祥弟兄好，大家拍拍欢迎哈，是搁咧读册啦吼，还在读书嘛吼，好，我们欢迎他哈，也欢迎来到我们公园教会。好，还有其他无介绍到的朋友，好那，伫遮补充报告吼，因为伫遮有一寡重要的消息啦吼，由我来亲自来报告吼。顶届小会有一寡决议吼，中执会的补选会员好会吼，要伫10月初4来举办吼，因为过来咱有即个中执的即个轮休吼，咱教会有即个轮休的制度，所以伫即个10月初4吼，咱要补选2位长老、4位执事。所以为着即个部分来祈祷，迄天爱邀请咱会员来出席，因为即个爱过半数，才会当成会吼。咱顶届牧师监算是2/3啦，即届无较严格，总是嘛是爱过半数，才会当来成会。咱来选出即个明年度补选的长老甲执事，所以为着即个部分来请大家来致意来代祷。第二项嘛是真要紧吼，今年咱公园教会的一个真重要的日子啦，就是咱若看手报方面，即个头前面有一个咱教会设立1956年11月17号，所以今年11月中就是满70年，咱要伫圣经学院来举办即个庆典啦，因为相信迄天的人数会超过500人吼，所以咱要伫即个主圣馆来举办，遐会当坐600人吼，遐嘛较好停车，伫遐中昼有一个大家做伙自餐啦吼。煞遮迄天同时嘛要举办黄牧师的正常退休甲罗牧师的就任特辑礼拜。即个部分是中会要来召开来组织所以伫即个时间上等下咱小会员伫1点，咱伫701教室要伫遮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咱伫即个时间上，咱有做真侪讨论最后有一个中会的一个决议来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原则上伫即个11月15号拢会共同做伙来举办嘛，请大家会当将即个时间拨空起来邀请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咱过去伫公园教会聚会遮个朋友，拢会当搁一届来参与遮个盛会甲特会啦嘛为即个日子为遮个特会来代祷。有邀请即个瑞林长老正做即个70周年的即个召集人召集人咱的第2长老陈美长老是特会的即个筹备人。煞遮咱一个较要紧，互大家知影，就是咱的周报啦咱的即个方面已经嘛真久的时间啦搁有即个内容我感觉即个字敢若愈来爱摕愈远甲看有啦我相信咱可能我搁还未50岁的安尼所以大家嘛应该是真食力所以毋茫讲明年会一个放大真做比试的寸笑嘛真侪教会拢用即个较大版的啦内容咱嘛会做一寡修改甲精修特别是咱后壁即个团契小组愈来愈侪已经客家迄个玉山干事毋知要安怎甲藏起哩所以。咱若会当放大咱就会当增加搁较侪聚会的内容消息过来咱嘛是毋知今日迄个廖公凤姊妹敢有伫遮有咱请伊起嚟来欢迎伊即马会籍刷来伫咱教会诚侪咱公园教会一份子欢迎你。
另外9月7日咱有圣礼典吼，咱邀请大家若个还未洗礼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这个圣礼典吼，来诚做上帝的囝儿。咱嘛当来邀请咱的亲戚朋友吼，若有这个感动的会当来安排。第二，这个具体消息吼，伫遮嘛先补充报告啦吼。咱的叶庆伟兄弟吼，过去是咱教会的会友啦吼。伫8月12号已经安息。伊98岁这个真福气的这个年岁啦吼。总是伊是最近这段时间拢伫桃园吼，所以咱有的会友可能较无遐尼灵捌吼。8月20号后礼拜四要伫桃园殡仪馆来举办这个告别式。咱有一寡乡内的团体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吼，为着这个遗嘱来代祷。伫遮嘛补充一下，咱迄个叶瑞莲长老吼，伊即马迄个今仔日要手术啦吼，伊有迄个车祸吼，所以为着伊的手术来祈祷，伊的髋骨吼，搁迄个即个有一寡出血的所在吼。虽然原来年纪真大，总是因为着即个未来的即个关系吼，所以医生最后嘛是决定讲爱做一个手术，可能伫下晡啦吼，所以为因来祈祷。以上。刷下来补充报告。第3点，团导组伫10月3号拜六下晡2点举办本年度第2届的洗手爱无限活动，地点是伫教会1楼，请兄弟邀请也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厝边参加。若是有邀请的朋友，请玉山干事登记报名。第3点，门徒天朝班的教师课程本主日下晡1点伫607教师上课。第5点，暑期的青少年的祈祷真理班，共有8堂课，请要参加的青年罗牧师也是干事报名。第6点，美必具的主日学8月29号到30号，拜六甲拜日举办升级营，要参加的学生请陶思源姊妹报名。第7点，财务组设立3合1庆典的礼拜特别奉献，请兄弟关心奉献代祷。本主日黄牧师前往一兰教会主理讲道、新礼典甲小会。来源祝福提献的是信息401首，愿全人主上帝。因是线请罗牧师祝祷，请起立来祈。甲来领受上帝祝福，完全的天父，圣家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诚济愿每一位兄弟姊妹心内的平安甲祝福，伫公园教会特别70周年的这个日子，祝你祝福公园教会会当将教会起造伫上帝话语的石盘顶，
互教会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成做送向人心灵的安慰的所在。会当互咱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真实建立团结的生活，甲主相同行，成做即个社会甲即个世间真大的祝福，成做光，成做盐，来照光即个黑暗的社会，会当成做新的一个社会的日子，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免。请坐灭道散会。